虔诚的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着做段经，就是已经解说甲正文第44页，已经解说甲正文第44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6节，就是解说甲曰说事一物即不中。因为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所问讲，什么物入魔来？这个什么物应该所指的，就是咱人的心。咱人的心呢，是一种的虚灵的本心啦。这个虚的意思呢，就是讲空，不是咱世间的物件。这个灵呢，就是讲有迄个灵觉的智慧作用。六祖慧能大师所问的，就是这个虚灵的本心。经过这位怀宗禅师8年的参究究竟呢，就将这个心去参究到，了解讲这个心根本不是咱世间的物件。所以呢，你甲伊讲世间的任何倒一项物件，你安那甲讲呢，都绝对也唔对啦。才讲做说事一物即不中，这是咱前面已经讲过道理。在下面书曰：凡可修正好，曰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当阵六祖慧能大师呢，就进一步搁再问伊，讲你讲说事一物即不中，也若是安尼，是毋是也搁再有修正呢？到底是有修有正还是无？那意思就是讲，你所讲的说事一物即不中的这个虚灵的本心，是有需要该修，有需要该正还是无呢？当阵这位怀宗禅师就该讲啦，讲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为什么讲做修正即不无呢？意思就是讲，这个虚灵不满的本心，就是咱众生本具佛性。虽然是咱众生个个拢具足着这个佛性，但是呢，咱众生呢，却是迷入不知。那既然是迷入不知，有呢等于无，实在是无去会看见你等于讲已经去会看见掉去这名叫做讲做非实事实毋是叫失掉去，敢若常叫失掉。那既然毋是叫失掉，敢若叫失掉，要安怎样呢？当然就要来修，要来去找咯。所以就必须爱修。也咱众生本具真心，咱呢自己无法度去克悟，也就等于讲，虽然有这个物件，但是咱无去得到，所以咱呢必须都来去得到。所以呢，用咱一般的迷惘的凡夫讲起来，袂使咧甲伊讲无修正。那甲伊讲无修正呢，就变成一种的执理废事。咱讲执理废事呢，譬如讲咱一个人来甲你讲你本来有佛性伫咧，你认为讲你有佛性，你都毋拜佛，就毋修行，毋参禅，毋念佛，认为讲你都佛性就好那何必都搁再修呢？若虽然你有佛性伫咧，永远就是一个性。那这个性就是讲有迄个性分而已啦。那就等于讲有迄个种子伫遐，迄个种子呢，你无摕来甲压大迄个土的所在，无用水甲伊压，无甲伊栽培，迄个种子永远都是种子，永远呢袂当去修行。甲这同款的意思。所以呢，约咱一般凡夫众生讲起来是袂使你讲无修正啦。一方面对理爱了解清楚，但一方面呢，也必须爱来去修，爱来去正。这呢，才是叫做事理兼顾。下边讲污染即不得，讲虽然修正无毋对，但是呢，却是污染即不得。咱讲做污染即不得呢，就是讲是袂使咧甲伊污染。
那这个污染的意思就是讲，这个真性这个物件呢，虽然是讲有修有证无毋对，但是你在这个修证中，你若是起一个讲我就是伫修，我就是伫证啦，安尼呢又是个污染着你的真性，安尼甲你的真性又搁在袂当互相称啊，这就是污染则不得的意思。但过来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这个说是一不即不中的这个虚灵不满的真心嘛，用伊的本体讲起来，这是无法度互家己无法度互家己污染的物件。安尼讲无法度污染呢？咱即摆摕一个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就像讲你一粒无价宝珠，甲伊加落对迄个胶仔底，譬如讲胶仔内底有真正一个绿瓜糜土，即粒珍珠呢，加落伫迄个绿瓜糜所在，外面呢拢互遮个绿瓜糜土砍咧，根本无看到即粒珍珠。本来即个珍珠会发光啦，因为呢去互土砍掉咧，所以即光发袂出来。但即个绿瓜糜只有法度在迄个珍珠的外面甲包围掉咧。这个垃圾呢，无法度好参透甲珍珠的本身内底去，因为珍珠这个物件是无法度去受到外面的染污的，所以染污污染则不得啊，甲这个意思共款。那就是讲，咱众生本具佛性，本来呢就是一种的虚灵本满的清净心。这个虚灵本满的清净心，在外面有烦恼，在外面有迄个业障，甲伊压迫掉咧，就等于像讲迄个云啊，将迄个太阳甲伊压掉共款。但是迄个烦恼啦，或者是讲迄个罪业啦，只有法度好染污在迄个心的本体外面，是无法度参透到内底去。你若是讲事实上参透到内底去，你这个心变成歹去啦，要安怎样修呢？是无法度修，究竟实在歹去的物件呢？你要修是修袂倒转来。所以在这个所在叫做污染则不得，就是讲是有需要修，有需要净，但是呢，真心的本体是无去污染到。那既然是无去污染到，为什么就爱修？为什么就爱净呢？乃是因为在真心本体外面有烦恼。有妄想，变成一种的迷惑颠倒的众生，所以咱伫咧修，伫咧净也就是讲将真心本体外面这垃圾给去掉将这个垃圾去掉了，咱的真心本体就显现啦，就等于讲伫胶仔底将迄粒珍珠给捡起来，将垃圾给切掉，给洗回清气，迄粒珍珠呢，伊光搁再发出来，该共款的意思，所以才讲做。修净则不污污染则不得。下边思维基础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念记如是，我亦如是。西天八界道路，参你脚下出一马窟，踏实天下人，应在你心，不须所说。思维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呢，就安尼个讲咯，讲基础不染污诸佛之所护念，讲就这个不污染的这个物件，你所讲的说是一不即不中，又搁再呢未受到污染的这个物件，是诸佛之所护念。安怎讲是诸佛之所护念呢？这个护就是护护，这个护护就是讲来甲保护掉咧，也保护掉咧，卖互魔呢来甲扰乱。这个念呢就是恶念，这个恶念呢就是无要互伊去退失那么诸佛之所护念，也就是讲十方一切诸佛伊所保护、所关心的也就是这个不污染、虚灵本满的心的本体，所以才讲做
知处不污染嘛，诸佛之所护念。下面讲你既如是，我亦如是。讲你既然是安尼呢，我呢也是安尼。安尼讲你既是安尼，我也是安尼啦。意思啊，就是讲你怀中，你到这个所在啊，已经有了悟，已经知影这个虚灵不满的本心，乃是说是一步一步掉，乃是呢袂当好来受污染的物件。呀，你所体会是这款的，我所体会呢也是甲你同款。也就是讲，我所证的境界啊，甲你所证的境界已经是同款啦。安尼，佫就讲做你既如是，我亦如是。下面讲西天不济多罗禅，你足下出一马窟，踏实天下人。那这呢，就是啊，佫再另外一段意思。讲在西天的不济多罗，这个不济多罗呢，是达摩祖师的师父啦，叫做不济多罗尊者。这个不济多罗尊者呢，该参，这个参就是语言的意思。啊，那语言呢，讲你的足下呢，会出一马窟，就是讲在你的门下，这个足下呢，应该就是门下意思。会出一个马窟，这个窟呢，就是讲迄个马啊，真正壮。意思就是讲，在你的门下有出一个真正有力的地主出来，也踏实天下人。讲这只马呢，会打死了这个天下人。那这呢是一种的禅机啦。按照以往讲，叫做踏实天下人呢，意思就是讲你有一个真正高的地主，呀，这个高的地主啊，以后来教化众生，无论是欢喜行、直行，可以讲是无虾米人啦，会当回来抵得着伊。哦，这讲做踏实天下人，这就是慧能大师解讲西天不济多罗尊者所预言的话。那这个马窟到底是在指什么人？就是在指马祖道一禅师。在江西啊，有一个道一禅师是姓马，迄当阵呢，人家叫做讲做马祖。啊，这个马祖啦，伊就是受南岳怀念上师的法。在迄当时阵去参访怀念禅师，拢总有教的人，只有这个马祖道一禅师呢，有得到怀念禅师的心印。在《传定录》第6就安尼讲啦，讲六祖莲和尚为让月，向护佛法将你变去，马窟踏实天下人，发晓江西法师保卫天下。在《传定录》所讲的，甲这所讲的意思是同款，所以这段就是六祖慧能大师解讲，在你的门下有出一个姓马的这个马祖，也就是道一禅师。啊，这道一禅师呢，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也可以讲就是一个法将，我就是讲佛法中的栋梁，佛法中的伟大器具啊，伊来教化众生啊，可以讲就是畅行无碍啦。哦，这讲做踏实天下人。这位马祖道一禅师呢，是以后对咱中国的宗林有非常大的贡献的一位禅师。在咱禅文中有2句话，就是马祖见宗林，必中入千规。就是讲马祖道一禅师啦，伊来建筑丛林。这个丛林就是讲大寺院啦。啊，这个大寺院起了，当然呢有需要有千规啦，因为大寺院人就多咯。啊，人多，大家在相处之中。啊，要如何来过着共同的生活呢？就要有规矩啦。哦，所以就由必中禅师呢来立这个清规。呀，马祖建丛林，必中立清规，就变成咱
现主是佛教即款的风范。当然，在台湾大景的丛林，那是较无当看。但是在大陆啊，迄个大丛林可以讲是非常的大。在一间大丛林内底，带着几千个出家人。咱咧讲做饭桶挂车链啊，迄就是爱挂车链。因为你无挂车链，无将互杀的，遐尼真一人要食饭，哪有法度呢？呀，迄一个鼎呢，会使讲无限大的大。你看一鼎饭啊，遐尼只大鼎要煮呢，遐是无简单。即个菜嘛是共款啊，你看几千人要食的菜，爱足大迄个鼎来去煮才会使。听伊讲呢，要去关门啊，要关即个山门都要徛袂出去。咱就可以了解讲，将即个大殿，将厢房的所在到外面的城门，到底是偌宽。在过去有遮尔大的丛林，在内底呢，就会当好养成真正济只优秀的高僧大德出来。因为在这个丛林中呢，就有真正济只高僧大德，也凡是新出家人，伫个所在参学，认真用功，也在禅堂的所在呢去坐禅啦。去多参究，又搁再有即个善知识来甲伊指导，迄款的生活呢，实在是值得咱现主是甲伊仰慕。也即个丛林就是由这位马祖道一禅师呢所开创。下面讲应在你心嘛，不是所说。应在你心呢，就是讲，这呢应该啊，就是你自己啊，该放在你这心内。也可以讲，你所讲的这个道理，相应在你的心中，就是讲，在你的心中呢，已经确实啦，有了悟出这个道理来了。不是说说，就是讲，无需要呢，真赶紧呢，就该讲出来。那意思就是讲，你的发的机缘呐，还未到，所以你唔免着急，慢慢啊来，到有一日你的机缘呐到，迄个时阵呐，自然呐，就会当回来弘扬。下面这个决号讲一本无西天以下27字，讲另外搁再有一本呢，就无有这个西天八戒道罗参，你足下出一马区，踏杀天下人，应在你心，不需所说，无这几句。换一句话讲呢，这几句话啊，可能是以后搁再甲插入来，无一定。下面将复然客会。随即时左右15载，日进显恶，后往南岳大千禅宗。迄当时阵，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已经甲印证，讲念机如是，我亦如是啊。就是讲你这个见解呢，应该也是无毋对。迄当时阵，这个用啊，就忽然客会，忽然就是讲忽然间。这不但是忽然间呐，忽然间内底这个福，搁再有这个开显的意思。就是讲，随时啊，伊这个心地就开通，也就契会。这个契呢，就是讲契合；会呢，就是讲体会。就是讲对于这个道理啊，有所契合；对这个道理呢，有所体会啦。讲随即时左右15载。结果呢，就在迄个所在个即时，这个即时，这个时就是做事者，即就是个做的意思。就在身躯边呢，来亲近伊啊，来做的事者呢，偌久啊，拢总呢有15载，15载就是讲拢总啊，伫遐做15年。咱过去祖师大德为什么遐尼才有所成就呢？这也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讲自己的心地未明，自己的法也未学到迄个时阵啊，当然自己了解。所以只要亲近着名师，就在迄个所在啊，亲近几十年，几十年，若是讲认真来去用功，当然呢，互你讲搁再较无智慧的人，互你搁再较钝的人，嘛是有所成就。那过去人啊。这款的违法的耐心呢，这我相信是咱现在世人所无法度好做的所在。对这个问题呢，不但是讲咱佛教如此，就是讲一般社会是共款。咱过去呢，伫咧学功夫，伫咧学师啊，
叫做3年4个月。无论是讲学吐水啦、学目枪啦，或者是讲学拍铁啦，咱较早是这物件咯。必须呢爱跟随师傅啊，跟随这个师傅呢，跟随3年4个月。事实上，这个师傅若是认真要甲你教，毋免1个月2个月，拢会当做一码教互你。你若是讲甲你认真好好来去磨练呢，来去学习，嘛是1年半载应该当出师啦。但是这个过去师傅为什么都要你3年4个月呢？这个3年4个月啊，这方面，互你学功夫，这方面呢，也是磨练你的心性。因为咱过去人伫咧学师啊，3年4个月，毋是简单的代志。比如讲，一个师啊要跟随师傅3年4个月，在这个3年4个月中啊，有当时可能开始时，你这个师啊呢，就过来摕钱来贴这个师傅。不但是讲无钱好摕，你去家做工课，不但是无钱好摕，你着过来钱贴伊，因为你要甲学功夫嘛，所以钱贴伊。钱贴伊呢，并毋是讲功夫就随时拢教互你，自己甲你教一术啊，自己甲你教一术啊。你不但是讲你要学这个功夫，这个工课爱做你厝里呢必须甲伊打水啦、煮饭啦、带囡仔啦，变成讲这个师傅娘的工课。伊都该做。你要这个学师的人，你是毋是有这个耐心呢？是毋是肯低心下去呢？假如若入面讲，我是要来学功夫的咧，我摕钱来，我啥物都搁做恁太太的工课，我才毋骂咯。若呢，当然免2工3工啦，大家都离开啦。若离开呢，当然你这个功夫学袂着。所以过去的这个师傅伫咧教师啊，慢慢啊教，慢慢啊教。这方面也看这个人。是毋是有相当的人生修养？伊品德是毋是好？当然，对这个品德好的人呢，伊就会将这个功夫做一摆来放开。若是讲这个人根本品德都无好，安尼可能这个师傅呢，伊袂当好将正过的功夫放开。所以咱过去的这老师傅可以讲是这个功夫愈放就愈少。为什么愈放愈少呢？就是讲，一个师傅该留一步，一个师傅留一步，即马一代一代，就真是变成讲一代不如一代。那对于这个过去伫咧学功夫呢，搁再有一个笑亏就是讲拍铁啊师傅来教迄个师也已经学甲差不多啦。迄当阵，迄个师傅甲迄个师来讲啦，讲你赶紧搁再认真学，最后一步我要教你咧。当然我迄步教你了后呢。你才会当出师才会使转去。那迄当阵，迄个师呢，都认真伫遐做啦，伫遐拍拼啦。过去所学的呢，都认真伫遐伫咧磨练，伫咧学习。那到3年4个月头迄个时阵呢，伊即个师就问伊讲：师傅啊，你是毋是讲最后一步要教我是？伊讲兄，最后一步我教你啊。伊讲师傅当啥物？到底最后是啥物步我已经是3年4个月我是毋是会使转呀？伊讲可以啊。伊讲，当你啥物步你要教我？伊讲，我甲你讲迄个铁若是浮烧烧，你都毋通去捂着你的肉捂着肉会碰拍。哎呀，即句话到底谁毋捌呢？事实上呢，这个师傅就是爱留迄个师伫遐，无论如何爱带3年4个月。也在这3年4个月中，伊这个师呢，对于这个师傅爱学的功夫已经拢学了，实在已经是无啥物物件好互伊教，也留一个最后步。那事实上，这步我相信，无论是囡仔嘛捌啦，迄铁不烧烧，你若甲捂对肉落，当然迄个肉会烧去，会碰拍。这啥人毋知呢？但是这个师傅该教的最后就是这步。那从这个所在也可以了解讲，当其时的人，就是讲一般的这个社会人，要学师傅爱3年4个月，也迄是一般的世间学问啦。这个佛法毋是一般的世间的学问，佛法是啥物？佛法呢是属于了脱生死的代志，所以这个了脱生死的佛法，假如讲若是无有亲近几十年，甚至比如讲话呢，若是根基较钝的啦，若无亲近一世人，这个佛法是要拄着学来呢。所以咱要学习佛法的人，必须爱有耐心。既然会当得到名师，当然呢就是爱好好来去亲近。当然，在亲近名师中呢，会受到磨练受到这种种的
才会考验嘛，不一定哦。但是会堪你受到考验啦，才有法度后来接受到法。所以在这个所在啊，就是讲，这位怀藏禅师忽然开会了，就亲近六祖慧能大师的身躯边有15载，日进显恶。这个日进显恶的意思，就是讲一日一日拢有向上伫咧进步。这个显呢，就是微妙；恶呢，就是深恶。就是讲，对于这个佛法真正微妙、真正深奥的所在啊，已经一日一日呢有所进步啦。因为伊在六祖的门下，六祖呢会时时刻刻来甲伊开示。咱伫咧学习修行，事实上，譬如讲，对于这个佛法有了解甲无了解啊，这才是过一定纸而已。就是讲，咱甲迄个无法度了解迄个所在啊，你若是讲无人安尼甲你提醒一下，无人甲你突破一下，你迄个所在呢，你通袂过就是通袂过，所以就必须要善知识，这位怀藏禅师，因为真正耐心在六祖门下亲近了15年，一日一日一个进步，对于深奥的佛法呢，就每一日啦，只有向上伫咧进步。最虔诚听众，咱今节目时间已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诸位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